欢迎收看《两公婆日常》。我也要。哪有没有人的啊？通常都是有人的吧？欢迎收看《两公婆日常》，我是玲玲。微微，我是周长成。好，今天呢是礼拜日，我们要带两小一起去热气球嘉年华。 Yes。对，然后现在在路上，开过去的时间大概要30分钟。也太晚出门了吧？没办法，因为有人睡很晚啦。哎，拜拜。好啦。当然喽，去玩当然就要听这首《好天气》，好天气。是由曾仲伟作词作曲的。还有什么样？耶，还有江涛老师编曲。今天真的是好天气呢，哇哦！蛮好天气。好，真的上一段吗？还有厉害后甜史，他连4线都会讲，厉害！现在超多人的。对啊，没地方停车，只好先来北区的停车场，搭接驳车。然后听说是今天是最后一天。对啊，对，多可能特别多。哦，吓死我！你去哪里玩？你去哪里玩？哎。刚刚有一个小朋友失控，原来是肚子饿了，一直哭一直哭。超级失控，哇，不敢看镜头了，小朋友。现在我们到了会场，刚刚在门口的时候有一些小插曲。要去洗手呢。你有说话吗？啊？没有说话。有很多龙啊。哦。对啊，好多哦，好酷哦。只是比例不太对。比较小。星星。好，没有，现在在这个是忘记什么龙了。穿甲龙，别乱讲。穿甲。哦，天气真的超爆热的啦！啊，想回家喽。来不到1个小时。大家都暴走，两个儿子轮流暴走。晨晨，你是不是很不听话呀？你是不是不适合出来？这么热的天气，你不适合出来哦。还有可爱的 JJ， JJ 也暴走啦。没有啊，他还是很开心。我在。很热。啊在。啊在。啊在。这可能比较适合傍晚来哦。对啊，但是最近傍晚一直下雨，很烦呢。没办法。JJ，这么热，这么开心啊！你好棒哦！整个头都是汗。好吃吗？腿不断。我学到。我好不跟我的一样。跟阿婆给你的一样。对，没错。姐姐，闭一下看看。好冰啊！好棒啊！小口会烫吗？好，一口。你先慢慢咬，慢慢咬。会很烫吗？这烧哦，我今天免洗都冻烧。不要。我妈妈帮你吹。哎 ，no。晨晨，你爸爸在哪里？在那里。那你没有跟上去。这边。好。我们现在要回去喽。来不到1个小时吗？还是差不多1个小时？也差不多吧。哦，好热哦，啊、真的。不过会变天了，对，复阴
今天呢哦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才早上就出门，不然可能就要下午才会出门。Yes。